皇上万岁！皇上万岁！废除三法了！儿子，阿爹和阿妈永远自由了，你也永远是自由人了，儿子。阿坤，我们受大清律法保护了，今后谁也不敢再欺负我们了，我们再也不会低人一等了。阿坤，皇上万岁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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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皇后娘娘驾到！请皇后娘娘、众妃娘娘、嫔贵人恭贺皇贵妃娘娘。臣妾董鄂氏见过皇后娘娘。妹妹快起来，今天是皇贵妃的大日子，皇贵妃不必行此大礼。这怎么能行呢？礼还是要行的。臣妾董鄂氏参见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万福金安。妹妹快起来。妹妹，从今日起，你就是皇贵妃了。我们要一同打理后宫的事务，替皇上和皇额娘分忧。臣妾遵旨，臣妾一定尽心尽力辅佐皇后娘娘，为皇上还有皇额娘分忧。妹妹，你也算是苦尽甘来，不过这都是妹妹自己争气，这往后呀，好日子就多了。小婉多谢皇后娘娘，小婉还有许多需要学习的地方。希望皇后娘娘以后多多提点。妹妹太客气了。从今往后，我们姐妹要共同服侍皇上，要同心同德，何来提点这一说呀？皇后娘娘说的是，皇后娘娘请坐吧。大赦了！太好了，大赦了！我们自由了！皇上万岁！皇上万岁！万岁！太好了，大赦了！我们自由了！哥，乐琪！太好了！哥，我们乐琪，哥，我们自由了！我们真的自由了！自由了！皇上终于赦免我们了，皇上大赦天下，我们自由了，我们终于自由了。知道皇上为什么大赦天下吗？德妃娘娘荣进皇贵妃了，皇上为他心爱的女人大赦天下。德妃娘娘太好了，德妃娘娘没有失言。恭喜皇贵妃娘娘。童姐姐不必行此大礼。妹妹是皇上的皇贵妃，姐姐真心替你高兴。妹妹多谢姐姐。哎，三阿哥今天怎么没跟着一起来呀？三阿哥他今天在练习骑马，他呀可是很想来呢。他听说董娘娘晋升皇贵妃，高兴的都跳起来了。那童姐姐一会儿回去，一定多替我谢谢三阿哥，也麻烦你替我转告他，过2天我便去看他，我也想他想得紧呢。没问题，我一定替你跟他说。他呀可是想死他的董娘娘了。童姐姐快坐。好。皇贵妃妹妹，除了皇额娘，你是本宫唯一幸福的女人。姐姐恭贺妹妹荣进皇贵妃。小婉多谢静妃姐姐。静妃姐姐快坐。皇贵妃娘娘金安。淑妃妹妹请起。在后宫众姐妹中，静妃姐姐从来没有服过任何人，可她服姐姐，可见姐姐德才光照后宫。妹妹没得说，妹妹更是服了姐姐。妹妹恭贺姐姐继位。妹妹快起来，坐。
臣妾恭贺皇贵妃娘娘晋升之喜。众位姐妹都快起来吧！谢皇贵妃娘娘。快请坐。皇上太后大赦天下，你自由了。董二世自进宫以来，温良恭谦，孝顺有礼，皇上和皇额娘都很喜爱他。如今荣升皇贵妃，更是众望所归。从今往后，后宫的众姐妹对皇贵妃要以礼相待，若有不敬者，本宫绝不会宽待。臣妾谨遵皇后娘娘教诲。皇贵妃，想必你一定有话要对众姐妹说吧？小婉今日多谢皇后娘娘，还有众位姐妹前来恭贺小婉。小婉希望后宫姐妹以后能够以礼相待，和睦相处，大家一起和和气气地侍奉皇上还有皇额娘。我想只有这样，皇上才能放心地处理朝政，皇额娘也能安心地颐养天年。皇贵妃果然是贤良淑德，大家可都听清楚了吗？从今以后，我们后宫的姐妹定要和睦相处，切记不可存有害人之心，这样才能使我们后宫的氛围更加的融洽。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受想行识，亦复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主子，是故看书我们的公公说，皇上和太后娘娘大赦天下，贤妃都已经放了。云儿，主子是死罪，永不赦免。难道你还指望主子能够被赦免吗？云儿当然希望主子能够被赦免呢。云儿没护好主子，无颜面对主子。皇贵妃娘娘仁慈宽恕了云儿，让云儿继续照顾主子，云儿也不能苟活至今呢。主子，你千万要想开些，会有希望的。等哪天皇贵妃娘娘成为了皇后，说不定会放了主子的。云儿，主子现在已经不关心这些了。主子现在心里想的只有菩萨。额娘觉得这么多年了，这后宫第一次有了真正亲善的氛围，你们之间有了真正的姐妹情谊。皇额娘，臣妾说句心里话，后宫今日能有此氛围，皇贵妃功不可没。皇贵妃的贤德良善，
令臣妾等万分感动，深得教益。皇后所言不虚，连静妃索尔纳都真心说皇贵妃好，皇贵妃就是真的好了。皇额娘，就别再夸臣妾了，臣妾都已经无地自容了。朝廷废除三法，皇帝大赦天下，前朝安泰，后宫祥和，这真是大清之福。哀家和皇帝已经下旨，今晚皇宫要大放烟火，加以庆贺，普天同庆。你们可以在各自的宫中好好观赏。哇！哎，英哥，你看，是。看呢，皇上，好漂亮啊！看到了吗？啊，英哥，看那个。看到了。皇上，你看，真漂亮。快看。哇，好漂亮，真的好漂亮。看那儿，还有那儿，真美啊！哇！看那个，快看！哎，Coco，你看呢？哎，快看！好漂亮！漂亮吧？真美啊！这今晚的心情啊，就跟这夜空一样绚丽。哎呀，是啊，此情此景。哎，小扣子，你说我该用什么成语才好呢？哎，殷大人，你可别再说出什么成语来败我们大家的兴啊！这两个人始终都这样。好了好了，我们不打扰你们，我们进去了。走。干什么？我说小扣子，你以后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呀？再怎么说，我也是快当爹的人了。哎，今天必须把这事儿告诉皇上跟姐姐。我心里好紧张啊。有什么好紧张的？走。Coco，你怀孕了，这么大个事也不告诉姐姐一声。男孩女孩啊？这刚怀上，哪知道是男是女啊？这还是前2天英格尔找金太医悄悄给把了脉，才确定是怀上了。这段时间是娘娘的大事，我们不敢打扰娘娘。不是不敢打扰姐姐，我是怕姐姐知道了，不让 Coco 待在你身边了。你当然不能再留在姐姐身边了。这以后啊，是我要找人来照顾你了。英格尔，这样吧，朕让内务府啊给你批一处宅院，这样你进宫出宫照顾 Coco 也方便些。臣多谢皇上。朕答应过你，等 Coco 怀上孩子之后，朕便封你为宫中禁卫统领。朕明天就下旨。臣叩谢皇上。英格尔，你倒是不客气。皇上，臣要养家呀，臣自然就不能客气了。姐姐，Coco还是不想离开你。Coco啊，你看你住的地方就在皇宫附近，你要是想姐姐，就随时过来看姐姐啊。对呀，Coco。
金太医。臣在。李公公跟陈太医都已经出过天花了，他们不会染上此疾，也不会传染上别人。你为何非要进来？回皇上话，老臣今年都70了，无所谓了。老臣在这儿，太后娘娘和朝中的大臣，还有后宫妃嫔们，也能心安一点儿。对了，其他染上此病的人，可一定要把他们严加看管住。皇上，您放心，宫中染病的人全部集中看管起来了，足有100人之多。皇上，这场天花来得十分的凶猛啊！皇上，得了天花最可怕之处是没有药治啊，只有极少数人能自行痊愈。这个朕知道。当初三阿哥刚出生不久，就染上天花。朕记得那次宫中有10几个人染上此病，只有三阿哥一个人活了下来。对了，你要把朕的阿哥们还有哥哥们都看管好。金太医，你告诉朕，朕还有几日可活？皇上，皇上啊，皇上！别哭，如实禀报朕。臣回皇上的话，臣已测试过皇上的脉象，病毒之气已入内府，臣无能啊，没有研制出有用的药啊。到底还有几日？皇上，别哭，如实的禀报朕。皇上，2、3日。笔墨此后，这。把诏书送到朕的皇额娘那里，告诉皇额娘，
别再费心费力了。快去！太后娘娘，老天爷，你为什么要这样惩罚我？我不慕不泰，一生虔诚对天，是我的心不够诚吗？你为什么要把这么可怕的灾祸降在我身上？为什么要让我白发人送黑发人？老天爷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的儿子，
他已经是一个伟大的君王，他才24岁。我求你，我求你，用我的生命换回我儿子年轻的生命吧！老天哪，我不母不胎，一生没求过人。我求你了，老天爷！姑姑，姑姑，你不要太伤心了，你这几天都没有休息好，你的身子可怎么受得了啊？哀家的儿子，他那么年轻，他还那么年轻。姑姑，别太伤心了。桂妃娘娘，哎呀，快把娘娘送回钟粹宫！为什么是这样？我的福临，为什么是这样啊？夫人，先喝杯水吧。也不知道宫里情况怎么样了，这10几天，英格尔只回来过1次，就一点消息都没有了。夫人，殷大人不是托人捎过话，说一切平安吗？他是禁卫统领，现在京城爆发天花，听说已经死了上万人，想必皇宫也是乱成一团。殷大人哪里有时间脱得开身啊？我在这一步都不能出去。也不知道姐姐怎么样了，都怪我现在身子不方便，不能待在姐姐身边，急死我了。夫人，你别着急，殷大人很快就会回来的。别叫我夫人，我不习惯当夫人，我呀就是个当丫鬟的命，我就想陪在姐姐身边。漫漫红尘中遇见你，于是相信生命有奇迹。臣妾不孝，不能再服侍孝顺皇额娘了。臣妾必须陪伴皇上，与皇上同赴天国，还请皇额娘谅解。皇额娘对臣妾的关爱，臣妾永世难忘。今生无奈，只能来世再报答皇额娘了。臣妾懂恶事，绝笔。扣扣妹妹，姐姐走了。姐姐要陪皇上同赴天国，愿你和英格尔和和美美，幸福一生。请原谅姐姐，不能再陪着你了。来世，你我还做好姐妹。姐姐董小宛，举笔。我什么不要都可以，只要能拥有你。我注定爱你，
你们听着，金太医已禀报，皇帝仅有最后2天的时间。皇帝已下遗诏，立3阿哥玄烨为帝。这个也是哀家的意思。皇上圣明，太后娘娘圣明。哀家要你们同心协力，确保我大清能够度过这个难关。太后娘娘放心，天花之役还没有引发什么混乱，臣等已严加防范，力保大清江山稳如磐石。好，我们大家就都在这儿陪着皇帝。太后娘娘圣明。皇贵妃娘娘，不要上去！娘娘，靠近太危险呐！皇贵妃娘娘，不要上去！皇贵妃娘娘，不要上去啊！娘娘会被传染的。皇贵妃娘娘，不要上去！不要上去！娘娘会被传染的。上去啊！不要上去！皇贵妃娘娘，皇贵妃娘娘，不能上去啊！皇贵妃娘娘，皇贵妃娘娘，不能上去啊！皇贵妃娘娘，千万不能上去啊！你会被传染的。不要上去！娘娘，皇贵妃娘娘，不要上去！皇贵妃娘娘，不能上去啊！皇贵妃娘娘，别上去啊！不能上去啊！启禀太后娘娘，皇贵妃娘娘人不见了，她留下一封信。
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太后娘娘，不好了！太后娘娘，不好了！皇贵妃娘娘已经闯进西暖阁了。好，请皇贵妃出来，哀家有话对她说。这个孩子怎么会这样呢？什么叫感天动地呀？皇贵妃娘娘对皇上的这一片真情，才叫感天动地呀。是啊，除了洪大人，我们所有的议政大臣都应该向皇贵妃娘娘表示忏悔呀。还有无比的敬意。皇额娘，臣妾不孝，臣妾以后不能再孝敬皇额娘了。臣妾请皇额娘一定珍重，臣妾祝皇额娘安康长寿。